跟住第5啦，紅帽就太陽勇士慢慢攞出去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大浪淘田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嗰度勁速威龍掟大外檔啦，偷入邊呢仲有彈球開心中檔位置係馬路嗰啲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唞出去得道後王啊，人心星幾個箭步立咗上嚟過佢噶啦，外邊位置追有呢隻太陽勇士啊，出邊仲有呢隻大浪淘田亦都冚上嚟，最後100零米大浪淘田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響入邊呢仲有人心星2匹馬相當接近啊，大浪淘田贏啊！跑第2名人心星，第3名係太陽勇士。咁啊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馬路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人心星出咗頭先，咁但係呢個時候大浪淘田逐步蠶食上嚟，將佢追過。太陽勇士跑第3、第4名係馬路。好啦，尾場賽事巴到食尾糊啊！大浪淘田第2名人心星，第3啊太陽勇士，第4馬努啊！今日成績相當唔錯喎，丁冠豪起碼喎。飛燈 Q 啊有。 2班都攻陷埋啦。全日就淨係得。